硬邦邦，现在这么没规矩了是吧？静听侯府没有门禁，进出没人管了。湘君见谅，事情紧急。什么事这么紧急啊？来来来，证据找到了，此人便是沈玉乡下指婚的王氏。好你个沈玉，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！这回可有好戏看。沈玉，湘君，你别误会啊，这把扇子是昨日宴会上随意所赠，别无他意。谁管你是不是扇子？事到如今，还跟我说扇子的事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个攀龙附凤、薄情寡义的人渣。班湘君此言差矣，你与沈公子现在并未正式成亲，严格说来，你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收下这个扇子，又有什么问题？你谁啊？这里没一说话的份儿。这扇子是送我的，自然与我有关。你该不会是觉得我在吃你的醋吧？笑话，你跟我有什么可比的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哎，李姑娘，是我不好，沈玉，好啊。人都给你带来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此人是谁呀？你不认识啊？啊？看我替你好好介绍介绍。这位姑娘姓王，与你是同乡，自小与你相熟。这下，你总该知道她是谁了吧？湘君何意啊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眼前此人，我确实是不认识。沈玉，你这个挨千道的负心汉！你上京赶考，是谁替你筹的钱？我原本想为你侍奉公婆，待你衣锦荣贵，便接我入京。但你可倒好，你高中探花，却翻脸不认人。我，你就是个负心汉！谁就是个负心汉？沈月，你个狼心狗肺的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根本就不是王氏。哎呀，湘君，你听我解释，确实是有一个资助我上京赶考，但是并未婚定的王氏，但那只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与他并无半分感情，我的心中只有湘君你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阴谋。公子，你怎能不认我？你别说，沈月，还敢胡说八道？什么心里只有我一个人啊！你别恶心我了。班湘君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没听到吗？姑娘，他就是个斯文败类，人往高处走，这说明沈公子上进啊！上进。我看你还真是被他迷了眼了是吧？人家已经有婚定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做小的呀？我哪有？我给你个清醒！你敢？你胆敢当街侮辱朝廷命官？你是不是就没将皇上放在眼里？大业出了这么一个败类，今日我还就替皇上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人渣！班府待你不薄，借书赐衣，可你呢，竟敢肆意欺瞒。这一边是问问你良心何在？湘君，你听我说，你别再打了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事情闹大了，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是谁还能让我的日子不好过？班湘君，你是不是真的发疯了？陈安伯，你还不快阻止湘君！这两边是替王氏打，打的就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。